来关心2024年的总统大选，外界是继续咧关心南北合作的进度。国民党侯友宜表示，本地今仔日要甲民众党的郭文哲政党协商，煞个延期啊。侯友宜甲郭文哲发声，讲唔通阁继续拖落去啊。若郭文哲是呼吁国民党，应该想看卖安怎推出上强的人出来参选。2024大选剩78天就要到啊。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公布主题政策，包括公体多元6项措施，尤其升价有厝通住，主动炒房稳定厝价，途径升级有保障4大主张，发出要达到居住正义甲120万户，推动公有地上权主体。不过外界也是持续关注南北合的进度。侯友宜讲，甲民众党郭文哲讨论，到尾政党协商，整整过10天。伊讲原底27要协商，煞个延期。伊甲郭文哲话讲，唔通搁拖。你先把总统的方式先跟政党赶快做决定，我一定在政党协商的过程当中，不是你要不要排除我，我是最重要的角色。郭文哲找专家学者讨论组联合政府的可能性，认为安尼才会当互小党空间，减少政治对抗，增加政策的延续性。对政党协商，郭文哲回应讲，伊共款希望会当赶紧有结果。如果这个总统没有合作，其他都不用谈。这个就是典型的用个人的利益去绑架全体的利益。我的战略目标是赢得总统大选嘛，我也希望国民党用这个思维来决定他的战术跟战斗。若要拼独立参选的郭台铭，连续5天无公开行程，不过伫人面册铺文，甲支持者发声。人数进入上尾阶段，希望组织正人的力量。若民进党参选人罗清德是以副总统的身份出席台湾资本市场论坛。那我们一定要稳定的供电给这些企业，但是我们希望能够用科技协助这些2万多家的公司能够进行节电。罗清德嘛特别表示，希望推动能源转型，甲建立产官学研究平台，执行企业甲民间深度省电计划。记者综合报道。